為着要鼓勵南投的國中生留佇南投來讀高中，縣政府是編250萬的預算推出就近立派的獎學金，以照會考的成績來補助，上懸會當領到105000塊的獎學金。為着要留住國中畢業優秀的學生，南投縣政府今年頭一屆編250萬的經費，推出會考獎勵方案，鼓勵優秀的子弟留在南投讀高中。會考成績4A 6加以上，會當摕到3萬塊；5A 10加以上，會當摕到105000塊。這是足大的吸引力啦，家長嘛足歡喜的，學生啊嘛會使用這筆錢做各方面的學習啊。對囡仔來講的壓力會較小，而且你唔免對通車嘛免住學校厝佫顧會到，我感覺這是上大優點。南投縣政府表示，110年參加會考的人數4000過40人。今年降到3409人，除了因為少子化，學生愈來愈少以外，另外就是有的南投的學生會走去台中讀冊。縣政府表示，這個政策望透過獎勵金提升學生留在南投繼續升學的意願，嘛強化南投在地的教育競爭力。那有足儕公道攏有囡仔入來，即擺唔是講學校無夠儕，是因為咱希望有上適合的科系，互咱囡仔有興趣。會用後屆佇專長的時陣會用佇未來，會有這個專長去就業。我們希望我們縣立的學校也能夠跟國立的學校，我們多一點點獎勵。那對於技職的學生，我們也希望我們將近40項的前線的技職比賽的第1名的學生，我們希望他留在縣內的高職。發獎勵金以外，也特別針對學校。提出獎勵，鼓勵國中加強輔導，合力競爭。學校上最嘛會當摕到5萬的團體獎勵金，帶動老師學校的教學動能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